大家好啊，我係飢餓阿妹，多謝大家撳入嚟睇我呢條片啊！見到呢個香港機場熟悉嘅畫面，就知道我又去咗旅行啦。未出旅行片之前，照舊又係出返一條機場貴賓室嘅影片先。之前我出過一條國泰航空日蓮塘貴賓室同埋環亞機場貴賓室嘅影片，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返先喎。而今次帶大家去嘅呢，就係香港機場嘅美國運通 AE 貴賓室啦。今次去旅行同行嘅朋友有一張需要年費嘅 AE 信用卡，可以帶埋我呢個身上冇一張卡合乎資格入貴賓室嘅人一齊入去食早餐啊！AE 貴賓室喺香港機場60閘口附近，係需要坐一個站嘅接駁車過去嘅。上到地面之後，行前幾步有一部升降機可以上到去上邊，又或者可以經扶手電梯上到去7樓嘅。題外話，我哋今次已經坐咗最早一班機場快線入機場，但路過60閘口附近嗰間環亞機場貴賓室已經排晒長龍啦。講返 AE 貴賓室先，雖然網上面嘅資訊話呢度開放時間係由朝頭早7點去到凌晨12點，但我哋呢日朝頭早6點9左右去到，已經可以入到去，而且裏邊比我想象中多人，同埋啲人已經喺度食緊嘢啦。未睇有啲咩食之前，參觀下門口附近嘅位置先啦。呢度有間房長期播住國際新聞。再行前啲有一個會議室，如果有需要嘅話就要同服務前台嗰度預約。另外前面有一個電話室，係一個相對寧靜嘅空間。再向前面行就係用餐嘅區域啦。呢度嘅地方唔算太大，啲台都幾密㗎。最坐近停機坪嘅台得3、4張。另外都仲有一張吧台可以睇到停機坪嘅。同樣呢個貴賓室都有航班嘅提示資訊，同埋有獨立嘅洗手間。講咗咁耐廢話，大家梗係最關心呢度有啲咩食啦。AE 貴賓室最出名就係有得飲花膠湯。嗰日我真係見到職員運咗3大袋未發嘅花膠入廚房啊！堅係真材實料喎。但好可惜，早餐時段係冇花膠湯供應嘅。喺度期待一下，下次朋友再帶我入嚟呢度食嘢先。咁我哋就一齊睇下早餐時段有咩好食先啦。首先有粟米牛肉粥，呢個粥煲到好綿密，仲可以配埋啲菜脯、薑絲、肉鬆、蔥粒、油炸鬼一齊食。其實時間咁早，我胃口都唔係太大。但呢個粥好味程度，我都食咗呢個份量嘅2碗啦。粥嘅旁邊有2款乳酪，隔離有啲用冰鎮住嘅烤紅菜頭同埋橙嘅沙律，仲有啲鷹嘴豆嘅沙律。一盤未切嘅水果前面係一盤凍麥皮，另外仲有啲水耕菜同埋鮮果沙律。沙律嘅前面放滿咗唔同嘅沙律醬，可以俾大家自行調味。睇完啲冷盤，再睇下有啲咩熱食先。首先見到呢個樣好似好硬，但係食落還好嘅蒸腸粉，已經放咗啲豉油同甜醬喺隔離俾大家拎㗎啦。另外有啱啱好見到職員 refill 嘅烤薯仔，隔離嗰碟係牛油甘筍同埋烚蛋。肉類方面有味道中規中矩嘅雞肉腸，同埋麻麻地好食嘅牛肉漢堡扒。蒸點心方面有好靚醬卜卜嘅紫薯包，同埋有完全唔會喺呢個咁早時間就食得落嘅雞肉糯米雞。再隔離有啲煎炸嘅食物，分別係炸韭菜、蝦肉餃子。如果唔係要坐飛機驚口臭嘅話，都想食多2嚿。另外仲有我朋友話幾好食嘅薯餅。但我去完行一個圈同埋影完片返嚟之後，到夾嘢食嗰陣已經變咗炸春卷啦。不過呢個春卷都幾好食，裏邊嘅素菜餡料都好多，重點夠晒熱辣辣啊！
喺拎嘢食嘅另外一邊有2款芝士可以俾大家拎，可以用餅乾夾住嚟食，仲有啲提子乾等等可以拎。呢個烤雜菜雞蛋墨西哥卷同埋芝士火腿 bagel 都好好食喎。墨西哥卷夾住咗好多唔同嘅蔬菜，食落好清新。另外嗰嚿 bagel 就比想象中冇咁乾，所以都幾好食。我同朋友拎咗各一 share 食，食完之後我覺得如果有胃口嘅話，都值得拎多幾嚿嚟食。隔離個麵包櫃嘅麵包選擇都唔算少，有啲牛角包之類，又有啲鬆餅等等，唔少得梗係有方包同埋麥包啦。麵包嘅隔離有一個蜂巢版，感受到呢個貴賓室都幾串喎，但又俾佢串得起，唔係供應普通嘅蜜糖，而係成個蜂巢版咁樣放喺度俾人哋滗啲蜜糖食。再隔離有一桶牛油同埋成箱果醬放喺度。而唔飲咖啡嘅我呢，路過見到吧台有職員喺度即場手沖咖啡，仲拉緊花添。轉個彎有返啱我飲嘅嘢啦，有橙汁同埋蘋果汁，同一個位有埋啲穀物片，當然唔少得全脂奶同埋脫脂奶可以任斟啦。再行前幾步有一部咖啡機，又有一部水機，可以斟到凍水、室溫水同埋氣泡水啊！行返去近拎熟食嗰邊有一個唔算太大嘅雪櫃，但佢入邊放嘅汽水種類都唔算少喎。時間咁早，我都係揀返飲茶啦。呢度嘅熱水夠晒滾啊！茶包就有3款口味選擇，我就揀咗飲茉莉花茶啦。食完一個靚早餐，係時候排隊上機啦。見到櫻桃小丸子嘅出現，大家又估唔估到我今次嘅目的地去邊度呢？係時候喺度預告一下，嚟緊我會出2條旅行片，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啦。好啦，呢條片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條旅行片再見。